诗篇112篇第1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诫命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在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招人，搁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这款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，倚靠上主。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，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主拍败。因慷慨真济善食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，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歹人看了大受气，假牙切起，毋望拢无去，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